内阁竟要放令啊，上近10月13入境就唔免隔离，只要7天的自主防疫，而且卖当对日出国。美国阁信息半买，咱央行下晡嘛宣布要对日升半买，以1000万的贷款来算，一年就要加纳7000块利息。罗西亚民众抗议动员令超过1300人互掠走，侪人为着闪调兵出入境的机票钱已经翻超过7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新闻头开始，先来大家报一个好消息，因为大家拢已经互疫情关2年外，相信一个乡亲朋友拢是咧等到底当时会当出国。今日就先甲大家报好消息。如果是上近10月13入境，就唔免阁隔离，只要7天的自主防疫，而且卖当对团出国。这届防疫政策的开放会分做2阶段，第一阶段是对9月29开始，一礼拜会当有6万人入境，入境的体检会改做用long片快筛。疫情若是稳定的话，上近是10月13就唔免隔离。等将近3年，国门总算要开放啊！行政院议会宣布，边境分2阶段开放。第一阶段为9月29开始，入境人数上限调升到每礼拜6万人，入境检疫3+4，专程改做1人1间，搁取消机场喙烂 PCR 检验，改发4支快筛剂，并全面恢复互费免签证观察1礼拜了后，若做疫情稳定，预定10月13入境人数搁调升到15万人，并实施入境免隔离，改用0+7新制。无证头的人会当坐大众运输，非免签国会开放一般社会访问甲观光，并取消限团令，开放旅行团入境。要因应说我们有观光客进来，好，那如果不能用餐的话，这些是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好，那就比较没有实质开放，但是也有相对应的这个管制了。对于国门开放，旅游业表示真赞成，不过希望有相关配套，亲像加强国际行销，争取外国旅客来台湾，也建议比较日本推出针对新冠肺炎旅游的健康保险，让旅客当安心佚佗。如果你在日本旅行期间有确诊的话，它的相关的医药费用、善后的相关的费用呢，会有日本这个1000万日币的旅行健康保险呢来指引。政府通知0+7，且就是我做好防疫措施的话，我觉得相信旅游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幅度大概会成长30%左右。王必胜讲，咱国为9月12开始开放66个国家互费免签，两方是毋是会继续交流，会由陆委会来评估。各部会依照职权甲实际状况，看是毋是对等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听到讲会当出国，转来阁唔免隔离，相信大家拢已经兴趣气啊。不过要去佚佗的国家，敢有需要签证，也是申请入境的许可，即马就先来报互大家知。头先就来先讲到咱台湾人上爱去的日本，即阵入境永远是爱签证，不过唔免送纸本的证件，排队等审查，伫咧网络申请电子签证就会使啊。也若是韩国迄边，虽然是唔免签证，不过入境进前爱通过韩国的电子旅行许可。所以来讲到东南亚、马来西亚甲新加坡迄边是唔免签证的。上尾是侪人爱去，想要去体会无共的文化风情的欧洲。目前欧洲多数的国家，亲像新冠的新冠国，只要有一本台湾的护照，就会当时加走。为着因应入境的人数的变多，机场的公司都已经开始准备调整动线。疫情关真久啊，入境检疫0+7新制可能会当伫10月13实施，一寡旅客拢真期待，已经伫暗算出国的计划。日本吧，那很期待边境开放吗？应该会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台湾待蛮久了。美国会很期待边境开放吗？当然啊，已经被关了很久啦。想去西班牙，一直很想去那边玩，就还没有机会。对啊。那你对于边境再开放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有点太晚了。除了日本、韩国是个人热门的选择，欧美嘛伫名单内。配合着伫要解封的好消息，有航空公司日就推出优惠票价，马上真侪人来抢，捌造成网络规个失灵。针对开放取消机场喙烂 PCR、全面免签等等，机场公司是讲会赶紧要求相关单位办理会勘，配合做动线的调整。入境交通的部分，进前已经陆续加入亲友接送，也甲家己开车，防疫计程车坐车率完好降低。有降低了，我看我们至少在我们的部分哦，搭乘率可能都在3成以下。
就说入境1000个人的话，我们可能搭乘我们的话，可能在300个人以下。桃园机场这个商店总算也等到放零的边境措施，针对每礼拜入境人数为即马的4万人，提升到第一阶段6万人，再到第二阶段15万人。不过，桃园机场产业发展协会表示，也是伤少。入境人数每周15万，跟疫情前的每天13.3万人来比，还是相差很多。以目前为止，入境的人次大概是相较于疫情前是5%。协会呼吁政府在防疫配套完备了后，更加爱积极开放。也坦白讲，即马准讲开放不过旅客伫机场的消费习惯已经改认为机场是一个敏感防疫区，伫机场的时间会变较短，这对机场产业来讲嘛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战争等等的关系，造成各国通货膨胀、钱变薄的情形是真严重。美国为着压通膨，今年已经升利率5届3月是升1码，5月2码，6月、7月、9月是分别升3码，而且预计今年年底进前恐惊会阁升5码，今年计共就升17码，实在是真恐怖。其实这款做法就是为了减少市场流通的钱，钱若伤过多，就会变做无价值，就是钱骗薄、通货膨胀意思。不过，这款做法是互交易变少，代表经济对衰退。亲像今日美国的3大指数都落超过1.7%。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就讲，要压通货膨胀一定是有代价，无迄个袂痛的方式。全球的经济是互相牵连，咱台湾的股市甲汇率嘛是受到影响。台股今日早起是跌落139点，收伫咧14284点。台票换美金是剩31块6，落6.7。咱的央行下晡时开会，决定要阁升息半码，是今年第3届升息，计共已经升2码这款升息的情形，造成贷款的大头变动。若是贷款1000万升起半码的时阵，一年就要加纳7000块利息。美国联准会宣布起利息0.75%，咱国央行也得入去0.125%。对于房贷族来讲，压力增加，尤其是头一摆想要买厝的人，底限也真悬。现在物资也都一直在上涨嘛，然后房贷在接连上涨，一定会有压力的啦。当全世界在升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跟着一起升息啊。以贷款1000万。利息1.703%，用本息平均还起算，起利息0.125%，每个月爱加纳我600，一年就爱加7000。伫房价一直压悬的时阵，若果是单身家庭，恐惊也袂少。或许可能跟银行讨论宽限期的一个可能，透过2到3年左右的宽限期来稍微喘息。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是，如果它是本来20年的房贷，那可以考虑跟银行讨论变成30年的房贷，那压力的一个部分上面就会明显减轻。物价压悬，政府采用起利息，学者指出，若台币利率差距哪大，资金可能往外流出，也毋过市场利率可能继续提升，房贷族爱付的成本可能比预期中来得大，房价也可能出现下修。因为这个市场资金开始在流失了，所以说还是要特别留意呢，房地产这个价格呢有没有出现一个反转的现象。外界关注政府对起利息了后，敢有相关配套措施。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各部会会针对起利息造成的冲击，有先做准备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的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为了防止新冠疫情扩大，所有参加征首相安倍晋三各种的外国贵宾，拢要全程挂嘴安。所以是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伫咧纽约会谈30分钟，目标要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因让2年9个月了后，才阁办双边的领袖会谈。英国 Times 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联合国的大会批评罗西亚总统普廷，想用核武来对抗西方国家，威胁到全世界安全，呼吁国际都要团结。虽然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法院判定司法部有权利会当审查美国前总统川普私人徛家的文件。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罗西亚总统普廷下军事动员令，引起民众抗争，算是有超过1300人被警方掠走。
联合国大会辩论即阵是进行到第2天，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会拍拼维护台海和平，嘛坚持一定的政策，反对任何一边改变现有的情形。这也是头一届拜登伫咧联合国大会顶悬讲到台海局势。We seek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has helped prevent conflict for 4 decades. 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联合国大会第一遍讲到台海局势，这也是美国正罕见伫咧年代重新对台政策的立场。拜登伫最近才因为布袋言论引起大家伫咧讨论，美中为了台湾的问题激烈的过招。拜登也强调，美国是未追求冲突。We do not seek conflict. We do not seek a Cold War. We do not ask any nation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partner.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伫第1天在友邦发言挺台湾了。施瓦蒂尼甲保留也希望联合国体系会当接纳台湾。We continue to appeal for Taiwan to be considered for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agencies. 咱总统蔡英文日是接见捷克参议院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捷克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希望伫咧威权主义不断的扩张之下，台湾甲捷克会当继续互相斗相共。在中国持续经演之后，德拉霍斯主席在此时率团来访，更展现出理念相近、国家相互扶持的坚定的友谊。True friendship is a given hand. 谢谢台湾。德拉霍斯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也当面向蔡英文提出拜托，希望会当开通台北到布拉格的直航班机，希望双边的游客会当比疫情之前更加多。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总统普廷昨是落军事动员令，要征调30万的后备军人，讲是要解放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这个命令落来了后，罗西亚的民众都坐袂牢啊！有足侪城市的民众是惊就街头抗议示威，甚至是有妈妈骂讲，绝对袂互囡仔白白枉死。不过，这寡声音算是受到镇压，有超过1300多人去互警方掠走。而头请赢赢虽然过性命，阁有袂少人是知影讲要调兵了后，随买机票出国，要来闪定调。即阵出国的机票钱已经还超过7倍，对首都起飞甚至是已经还10倍以上，而且阁袂到要了。一名查甫人举拍倒战争的标语，民众大声喊口号赞声，也毋过后1秒，查甫人随互警方带走。这款的画面毋难发生伫莫斯科。伫圣彼得堡街路，抗议人士共款一个一个互警方赶走，因口中一直喊无爱战争。俄罗斯总统普廷日发布动员令，征调30万名后备军人登到部队，引起真侪民众反弹，示威抗议伫全国一直摊开。Самое ценное,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от нас отнять, это жизнь детей. Я жизнь ребенка своего не отдам. 人权组织估计，警方至少伫38个城市逮捕1337人，这也是自2月下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境内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另外有不少民众选择走出国外，因随订单程机票前往附近的亚美尼亚塞尔维亚定地，带17岁后生去亚美尼亚首都耶里芬的设盖讲，伊早有心理准备。Нельзя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панике. Такой сценарий обрабатывался. Билеты стоили, когда я покупал, я, видимо, быстро сориентировался довольно. А границу проходили нормально, просто прошли и улетели. 伫同一个时间，飞去贝尔格勒的俄国民众声针，多数的人拢真惊战争。Every normal person, I think, war is horrible, s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war and of death and of sad things. 有的俄国民众虽然表示，这撮出国甲动员令无关系，也毋过互问到敢是会登去俄罗斯的时阵，回答说是无明确。Let's see. I can't say no, can't say yes. Let's see. 普廷扩大征兵，佮讲无少着动用核武，互原本只是观望态度的俄罗斯民众开始惊吓，毋若飞往邻国甲土耳其的机会疯抢了了。另外，首都莫斯科边境的国内航班票价拢起10倍，会当看出紧张的情势当咧升悬。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
罗西亚七月要去调兵攻乌克兰，不过这阵却是传出讲两国伫咧沙乌地阿拉伯岛超测的状况下交换俘虏，也就是去互敌军掠去的人。计共是有215个当初是伫咧亚速钢铁厂英勇对抗罗西亚军队英雄，各有55个罗西亚人，甲我罗西亚乌克兰人，各有一寡去外国去斗相战，却是去互掠起来的兵，这阵拢已经互放出来得到自由。这届交换人数是战争7个月以来上济一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以用牺牲的方式，向重新得到自由的亚速钢铁厂战士表达因为国奋斗的感谢之意。Чесно дякую вам, усій команді, всьому українському народу і людям, які приймали участь у нашому поверненні. Так, ви вже все зробили. Ви можете вже не дякувати і трішки відпочити. Ми вам вдячні. 215个亚速钢铁厂抗俄英雄，55个俄罗斯人，7个乌克兰人，也甲英国、美国、瑞典等10个外国籍战士，即届伫土耳其甲沙特阿拉伯斗协调，重新得到自由。其中上大关键人物就是欧东地区亲俄罗斯的商业头人维克特·梅维楚克。这个68岁的头人，伫2月24日俄军入侵前几天，为防软禁的厝内逃离开乌克兰，啊，毋过伫4月国去用掠着，防判叛国，也甲资助顿内刺客亲俄恐怖势力的罪名入狱。梅维楚克毋但是俄国总统普廷的盟友，也有真深的交情。普廷是梅维楚克上细汉查某囝的教父，伊互人逮捕伫莫斯科甲基辅，也记一届谈判。俄国当局以200外的乌克兰士兵做条件，换梅维楚克的自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伊朗22岁库德族的族囡仔艾米尼，因为头颈骨无好势，互警方掠去煞死亡。这件事件是引起伊朗全国的大抗争，到今已经有超过9个人死亡。国际针对这件喊过的代志，亲像是荷兰甲加拿大拢有声援活动。美国的总统甲伊朗的总统嘛，伫咧联合国的大会，针对人权的议题对峙。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路继续组织抗议人潮，小头巾声援宗教警察掠人拍人了后死亡的女性艾米尼，反对占卜的独裁统治。艾米尼过身已经6天，人民的农会为伊的库德族家乡花贵宗派传到全国数十个城市，就连荷兰、阿姆斯特丹、土耳其、加拿大拢出现声援的抗争。有示威者甚至当场长头毛表达抗议。纽约联合国大楼外口也有大批示威者批评伊朗总统莱西是伤害百姓凶手，应该予起诉。会场内舞会莱西伫人权议题甲美国互相批评。And today, we stand with the brave citizens and the brave women of Iran, who right now are demonstrating to secure their basic rights.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انداردهای دوگانه برخی از دولت‌ها حق جوامع بومی کانادا که فرزندانشان به جای کلاس‌های مدرسه در گورهای دست جمعی حیات مدرسه دفن شدند. حق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ملت فلسطین، حق توسعه ملت‌های تحت تحریم، حق حیات ملت‌های تحت اشغال یا قربانی تروریسم. 艾米尼之死引起的抗争潮是伊朗为2019年连续继续起引起的骚乱以来上严重的一摆。专家认为，伊朗人对立场严厉的国家监视甲人权侵犯的不满已经引爆，社会行到面临真大的转变。总部设定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明确表态支持伊朗人民争取正常生活，若无难道老会定嘛？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澳洲过去是要予英国统治过，澳洲政府为着悼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9月2日休困一天。不过，伫咧雪梨甲墨尔本是有9000人利用这天行上街头，指出英国的君主制甲实民主义的统治，几落百当来造成济苦难，要求废除君主制。民众行去咧街仔头画口号，澳洲政府22号休一天，哀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民众所选择这天站出来，表达反对君主制。雪梨有民众认为讲，这伫现代社会并唔是正确的体制。The fact that a group of unelected, born-to-rule people get to live in gold-plated palaces while the rest of us can't even afford heating during the winter.
在墨尔本，原住民是对抗战术团体发起另外一场游行，因甲双手捏互红，表现出血的感觉，批评英国的君主制和殖民主义过去几百年来遍布世界的统治，互民众真侪压迫和苦难。All the suffering that has ensued in defense of the crown, in the name of the crown. 一大堆民众是往伫墨尔本的中央车头，也废除君主制和乡土地内的标语，因此真激动。抗议者嘛指出讲，伊丽莎白二世捌伫关人民的文件顶悬签名，白纸黑字是证明伊毋是清白的。澳洲捌予英国殖民100多冬，独立了后是奉英王做国家元首。1999年捌赢一点点的票，反对取消奉英女王为元首。这摆英女王过身了后，取消君主制的声音民国一摆起来，但是总理艾班尼斯进前敢若回应。伊认为上重要的代志，应该是针对原住民的政治权利，较紧来办修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南部离岛塔斯马尼亚西环港口，总是有230只海岸蝌蚪。虽然讲有紧急救援，不过也是有超过一半海岸死亡。而且其实伫2冬前同一天同一个地点，还有海岸蝌蚪事件，而且数量是搁较济，有超过500只海岸蝌蚪，有380多只死亡。伫麦夸里港海岸线，差不多230只海鸥钓伫咧岸边，有一寡还阁活的，不过估计有一半以上已经死亡。当地民众斗相共，甲迄寡还阁咧喘气的海鸥砍桶仔，用桶仔提水压在因的身躯顶进行救援。Today's focus will be on rescue and release operations, where we've positioned those animals that we assessed as having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al. We position them overnight. The focus and the primary focus this morning will be on the rescue and release of those animals. Unfortunately, we do have a high mortality rate out on this particular stranding. We are conscious that some of them may re-beach themselves, and so we'll be monitoring that. 正巧合的是，伫咧进前2020年同一天，麦夸里港也发生过有要甲500只的海鸥大规模钓伫咧岸边，超过380只死亡。专家讲，同款物种、同款地点、同款的日子，这拢是正奇怪而且互人担心的代志。It could be the West Coast is called a bit of a hotspot for strandings becaus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topography of the underwater environment simply goes deep to shallow, or it might be a bit of a navigational hazard, or this could just be a coincidence. 这种海岸叫做领航鲸，体型较细只，是正爱社交的生物，定定是规定做伙生活，为是10几只。若是较侪有上100只，甚至是上1000只做伙。因来因钓伫咧海边的原因真侪种，其中包括破边、行无路。卫星定位系统故障，也有可能是船头的海鸥行唔着路。另外，军事的成立，也有准去弄到这寡人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原因之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日本的研究团队研发出只有头前1/25高度的太阳能电池保姆，甲保姆甲小型的电子装置放伫咧加纸顶悬，竟然就会当控制加纸行动，就亲像机器人同款。这款技术会当派加纸去空间较小、人无法度入去的所在，未来可能会当用伫咧救灾。研究人员试开关了后，派电子装置的加纸随转向往倒并走。日本研究团队最近公布研究成果，将互人真讨厌的加纸变作会当接受人类指令的半机器人，互人大开眼界。今回の研究のブレイクスルーは非常に薄い太陽電池を昆虫の体に貼り付けて動ける昆虫の上で無線通信に十分な10ミリワット以上の発電を達成したことにあります。研究团队利用马达加斯加加纸大细适中、无事故、袂晓飞的特性，将只有4微米、大约头毛1/25高度的太阳能电池保姆，甲含有电极甲晶片的电子盘仔放伫加纸身上，利用遥控发出电流来刺激加纸的感觉器官，达到控制加纸行的路线。研究人员讲，会采用活体糖刷是为了用上精简的装置甲设计来达到上大的效果。若讲以机器化的糖刷机器人来取代刷动的稳定度的拍摄，也会消耗大量能量。昆虫の動き自体は昆虫自身が動か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こに対する消費電力は全くかからないという特徴を持っております。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只要加上点机装置，就会当互半机械加纸发挥救灾也是探勘功能，应用范围真宽。
メインで考えている想定される使用場所は災害現場での人命探索です。特に地震などでビルが倒壊して瓦礫に人が埋も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環境の時に狭い隙間の中に入り込めるような。另外，电池保膜也会当结合衫还是皮肤大片装置，用来测未定基本生命现象。不过，伫半期海家族对人类做出贡献进前，咱爱先克服对家族的惊吓。公司新闻张回品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